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拖，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和伊的团队上新的研究就发觉讲，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上久可能有24天，可能不管是就真到月人。咱中央流行疫情中心嘛认为讲，这应该是真极端的案例，潜伏期算14天就已经会当算到99%的患者。 过来头一个无症头的武汉肺炎的患者，也就是第18病例，因为到打拢无任何无爽快所在，引起外界注意，认为敢讲是病毒搁伫咧温中期。案18应该还是没有症状了哈。那至于说他是不是因为这样子表示他的潜伏期比较长，无症状就是无症状，它并不是因为潜伏期的一个问题。 其实医学上上歹防的就是无症头的感染者，佮有温中期的传染。中国防疫专家钟南山分析中国1099个患者的样本，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武汉肺炎温中期的中位数是3天，上久会当到24天。不过台湾的医学界认为，即马规定的隔离检疫14天无需要增加。 24天应该有的话是一个极端值，而且是很少发生的情况。不过从医学学理上呢，24天太久了，上呼吸道到下呼吸道要走24天是难以想象的哈。目前估计5天为中位数的。4天应该是大概可以 cover 差不多99%以上的个案。未来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单位是不是要调整这个潜伏期，再跟专家边再来做咨询。温中期上久也是14天会较合理。副总统陈建仁嘛伫人面册顶的铺文讲，武汉肺炎病毒开始变甲亲像流感共款啊，也就是讲伊有可能会变做一直会有周期循环的传染病。不过嘛有专家认为，即马讲这个也阁伤早，爱阁过一段时间才会当评估。可是这个病毒才到人类不到1年，而且它目前还很多还在野外在演化当中，所以它到底会变成像回头像 SARS 一样呢？ 还是改来像流感一样，我们现在不敢断定。为了对抗新型冠状病毒，世界各国拢开始咧研究抗病毒的药啊、甲疫苗，希望会当早一天甲疫情压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